1961年，一個蘇聯醫生倒置咗在冰天雪地嘅手術台上，拿起手術刀，切開自己嘅腹部。他叫勒昂尼的洛格佐夫，他是南極考察站利維爾嘅醫生，而他自己嘅欄位正在腐爛。外面是零下-4度嘅嚴寒，最近嘅醫院在1萬多公里之外，直升機無法起飛，不過全有幾個月後才能抵達。沒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他用鏡子觀察傷口，用雙手摸索住自己的內臟。那是1小時45分鐘，完成了人類醫學史上最孤獨的一台手術。手術成功了，但那個故事最讓人不寒而栗的部分，並不是手術本身，而是他在日記裏自己的斷斷醫生情況按計劃進行。你有沒有想過，是什麼樣嘅地方能把一個人逼到這種程度？南極洲，地球上唯一沒有原住民的大陸，一片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2倍的土地，卻背後達將近2公里嘅冰層封鎖住。這裏的風速可以達到每小時320公里。俾人和颱風倒槍寒，足以把一個成年人直接吹離地面。這裏嘅最低溫度曾被衛星記錄到零下就是3.2度，是人類在地球表面測嘅最低氣溫，低到連鋼鐵都可以在瞬間碎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超過30個國家正常再次建立核導彈，投入嘅資金約數百億美元計算。他們說這是為了科學，但是如果僅僅是為了科學，為什麼有些研究數據只僅營列為讚美？為什麼1946年美國發動挑高行動時，動員了4700名海軍士兵，13艘軍艦到33架飛機，卻只停留到把周邊倉皇撤退？官方從未給出完整嘅撤退理由。病情之下，倉促嘅佈置係沉睡嘅衛星網。如果能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現在就請點擊訂閱，因為接下來我們將要揭開嘅係一個官方版本，從來沒有告訴人的南極洲。我們準備了這期節目超過3個月，整理了來自美國太空總署、俄羅斯和斯托克戰鑽探報告的南極條約嘅原始檔案。這裏有嘅遠比任何地圖能顯示的更加驚人。冰封嘅微微，那份從未公開嘅鑽探日誌，想象一下，你手上拿住一個圓柱形嘅透明冰柱，長約1米，直徑不過是0米，看起來像一塊巨大嘅水晶，但這塊冰封存住一個比人類所有文明加起來還要古老嘅世界。它來自地下3768米嘅深處，被封鎖在冰層裏超過1500萬年。這不是電影道具，這是俄羅斯科學家在2012年從南極洲沃斯托克湖鑽出嘅冰芯樣品。沃斯托克湖，一個被冰層完全隔絕嘅巨大湖泊，面積相當於被美洲嘅安大略湖，深度超過800米。佢在冰蓋之下，緊緊同咗超過1600萬年，與外界完全隔絕，沒有陽光，沒有人類嘅木人，甚至沒有任何一隻生命城市嘅吉草。俄羅斯科學家轉咗整整30年，才終於突破那道冰封嘅門。能在他們在湖水樣品裏找到有什麼？細菌，活的細菌，不是化石，不是遺骸，是在沉睡了超過1500萬年之後，依然存活的微生物。更令人震驚嘅是，這些細菌嘅基因序列，預先有人後一指脈中嘅相似島道地，
與100%意味着他們代表着一個全新的生命分子，一個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獨立進化了數百萬年的生命線索。這個發現改變了科學家的一個根本假設，生命存在的條件比我們想象的寬容得多。讓我們來理解一下這意味着什麼。能家裏的冰箱大約維持在-18度，裏面的大多數細菌都停止活動着。而沃斯托克湖嘅水溫大約是-3度，上方壓住相當於300騎士格達齊亞嘅冰層重量，完全冇有陽光，與地球大切隔過咗千萬年。這樣嘅條件換算成我們異常嘅比喻，就像是把一個人關在一個密封度、黑暗度、幾乎沒有氧氣嘅抗體箱子裏，在完全隔離嘅狀態下，導致生存率比整個人類文明是還要長3000倍嘅時間。喺那裏，依然有生命在等待，但這反不是讓科學家真正夜不能寐的部分。能知道俄羅斯科學家在接觸到好水嘅瞬間做了什麼嗎？他們立即停止了鑽探，封存咗所有樣本，並且宣布需要進一步研究。然後整個項目的詳細數據對外者幾乎完全封鎖了長達3年。為什麼2014年一份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補充報告給出了部分答案？但只是部分。科學家們在河水樣本中發現咗一種完全無法解釋嘅真菌孢子。這種孢子嘅細胞結構與人類一指嘅真菌都截然不同，而且最令人困惑嘅是，其 DNA 序列顯示，佢最後一次與地球表面生命發生極限交換，大約發生於3300萬年前。那是南極洲還沒有完全冰封之前嘅時代。請您思考一下這個時間線：3300萬年前，南極洲上曾經有茂密嘅森林，有溫暖嘅氣候，甚至可能有複雜嘅生態系統。當大陸板塊漂移，冰川開始覆蓋這片土地，有些生命被活生生地封存在冰層之下，與世界告別。而今天，他們還在那裏，黑暗中等待，保存住一個關於地球園古歷史的記憶，一個比人造化石都更直接嘅生命檔案。沃斯托克湖只是南極冰曾下一次嘅400個地下湖之一，400個，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嘅時間膠囊，封存住各自嘅遠古世界。科學家估計，如果將南極冰層之下所有的液態水加起來，其總量相當於地球表面所有淡水和硫黑湖白加起來嘅幾倍。這不是冰封嘅皇帝，只係一個巨大個被封印的生命庫，而我們才剛剛開始觸碰它嘅表面。更令人不安嘅是，當這些冰封嘅微生物被帶到地表後，其中一些在實驗室條件下開始迅速活躍起來。這裏有一個可能從未聽過嘅詞：冰凍冰島，又稱古老冰島區，指的是被封存在永久凍土或冰層中嘅史前冰島。2015年，法國和俄羅斯嘅科學家從西伯利亞永久凍土中復活咗一種3萬年前嘅冰島，他們稱之為潘多拉冰島。它在解凍後依然具有感染能力。南極嘅冰層比西伯利亞嘅凍土深得多、濃得多，封存時間也長得多。而那裏嘅冰島至今無人知曉其具體面貌。氣候變化正在加速南極冰層嘅融化。您剛才聽到的沃斯托克湖故事只是一個開場。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裏，我們將帶您走進一個同樣令人震驚嘅角落。那些在微型圖像上零刻作家和陰謀論，這同時陷入困惑嘅冰沙結構，以及依附繪自於耶木爾3年嘅地圖，上面描繪咗一片沒有冰族覆蓋嘅南極海岸線。而那時，歐洲人連南極洲嘅存在都還不知道。在我們深入那段謎題之前，我需要先告訴您一個更重要嘅背景。這片大陸嘅面積、深度在模擬顯示，究竟有多超出人類的想象。比以往嘅尺度，當地圖無法告訴您真相是有一份地圖，到歷史上本部應該存在。它可以置於以木爾3年，由鄂圖曼帝國嘅海軍將領培利利斯曼城，現今收藏於伊斯坦堡嘅托普夏披宮博物館。地圖上清晰嘅描繪到南美洲嘅東海岸、非洲嘅西海岸，以及這正是讓學者們爭論咗幾十年嘅部分。一段在南美洲一南眼神嘅海岸線，其輪廓與南極洲嘅某些部分驚人地相似。問題是，南極洲要到1820年才被歐洲探險家證實，發現在距離歷史繪知這份地圖嘅300年前，沒有任何一支的歐洲文明曾到達過南美，其實都以南嘅區域。那段神秘嘅海岸線從何而來？皮利利斯本人在地圖嘅輔助中寫道，他參考了大量古代地圖及文獻，包括一些他聲稱追溯到亞歷山大時代嘅資料來源。嘴裏開說對此有一個相對保守嘅解釋，那段海岸線可能是南美洲海岸線嘅變成，是中世紀製圖嗰隻冇差嘅產物。因為當時嘅製圖齊在沒有現代投影技術嘅條件下，對大陸嘅成像和位置往往存在嚴重嘅扭曲。這個解釋是合理嘅，但它並不完整。因為如果能仔細比對翻嚟歷史地圖上那段海岸線和現代微星繪制嘅南極洲北冰地星圖，也就是除掉冰層之後嘅真實陸地輪廓，某些段落嘅相似性達到了讓地理學家難以用巧合以此輕鬆帶過嘅程度。您現在也許想問，這意味着什麼？先讓我們把這個謎題放在一邊，從基本嘅物理顯示出發。因為南極洲嘅真實尺度本身就是一個讓人腦細胞燃燒嘅概念。南極洲嘅面積約以前400萬平方公里。這個數字很難自己理解，所以讓我換一個方式告出您。如果能從香港出發，不停嘅加速橫穿南極洲，以每小時100公里嘅速度行駛，不睡覺，不停車，能去有大約48個小時才能到達對岸，整整2天半。這換之氣航船不是繞一圈。而這片大陸嘅98%都被冰水覆蓋住，南極冰蓋嘅平均號都是1900米，最後嘅地方達到4800米。那塞在東南極高原嘅某個地點，冰層嘅厚度相當於把土比101大樓疊加33座去入近地地。在這樣嘅冰層之下，係真實嘅大陸地殼，有山脈，有赤谷，有平原，有一個我們從未真正見過嘅地球連衝，這裏裝住地球70%的淡水，讓這個數字真正進入您嘅感知系統。全球只是以人口每天的飲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如果全部加起來計算，南極洲冰界裏儲存嘅淡水量，可以讓全人類1目前嘅用水速度是用長達數萬年。這不是一個邊緣嘅資源，
這是地球生命維持系統嘅核心儲備，一個沉默嘅、冰封嘅、全人類共同嘅水塔。但這個水塔正在悄悄融化。現在，我需要帶人去看呢個藏在冰層30公里嘅東西。呢個知道24嘅做才被吸出液氣，看見嘅山脈，它嘅存在未被有我們對地球的指述嘅所有基本理解，而未有它嘅密團，至今未有人能夠完整解釋公布而踩負山脈。它嘅英文名字叫 Gamburtsev Mountains， 亦發現它嘅俄羅斯地球物理學家嘅名字命名。這座山脈完全隱藏在東南極嘅冰層之下，奇怪嘛，確亦與阿爾卑斯山相媲美。最高峰高嘅達到海拔約3400米，山脈全長超過1200公里，比整個台灣島嘅長度還要長12倍。它從未被人類眼睛自己看見過。科學家實通過冰雷達，一種能夠穿透冰層探測地形嘅無線電波裝置，才看見這座山嘅存在。當那隻雷達圖像在2009年被晚正頻指出來嘅時候，研究人員形容他們嘅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原因如下：按照我們對地球地質學的理解，一座山脈要維持現在這樣嘅高度和鋒利度，通常需要不斷嘅地球運動或火山活動嚟持續提升地形。因為侵蝕作用會不斷完善山峰，間布以海火山脈嘅山峰異常鋒利，地形異常完整，看起來就像是剛剛成層不久嘅年輕山脈。但地質年代測定顯示，這座山脈嘅基岩已有將近是1年嘅歷史，是地球上最古老嘅地殼之一。一座12年歷史嘅山脈，保持着只有幾百萬年歷史嘅年輕山脈才有嘅地形特徵，這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先例。地質學家提出了幾個假設：也許冰層本身保護了山峰面受侵蝕，也許山脈層在某個時期發生過我們目前尚不了解的在活化現象，也許地球深部的地幔液流在這個特定區域以某種我們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提供了額外的支撐。每一個假設都只是假設，請您記住這座山嘅存在，因為在後面，當我們討論各國位和正相在南幾周間嚟這地時，這座隱藏在冰下嘅山脈，以及它周圍你只知道。今天引領地質作家緩和嘅地質特徵，將成為解釋某隻非官方說法嘅關鍵拼圖。在一些微型圖像嘅分析報告中，包括部分來自民間研究者，也包括少數學術界嘅邊緣聲音，幹部以財富山脈附近嘅某些冰下地形被描述為具有幾何規律性。官方喺說的其實是九峰。基努納塔克，一種被冰川侵蝕後形成的棱角分明嘅天然山峰。這個解釋對大多數情況都是成立嘅，但大多數情況，這4個字對於科學來說，有時候是最危險的邊界。下一個章節，我們將自己走進那場從1946年就開始，現在至今，從未真正結束嘅地緣政治交流。為什麼美國、蘇聯、中國嘅超過30個國家，不惜代價又在這片無人之地插上自己嘅旗幟，以及他們各自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麼？答案比人想象嘅更直接，亦更令人不安。1968年。一個美國海軍軍官站喺南極冰原上，將一面繩條旗插進了冰層。他沒有說話，只是拍咗一張照片，
然後回到了帳篷裏。這張照片後來出現在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內部備忘錄裏，主題只有5個字：我們需要更多什麼？更多的旗幟，更多的質地，還是更多的別的什麼？這個問題在1959年的華盛頓會議桌上，沒有人說出口。4個國家的代表坐在一起，用外交指令那精心措辭，簽署到那份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國際協議的文件《南紀條約》。條約規定，南紀州跟榮譽和平務的，不得進行任何軍事活動，不得進行將私人所有領土主張凍結。聽起來非常美好，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份條約有此努力低試圖組織某件事，往往正因為那件事太有吸引力了。讓我們從頭開始說清楚這場博弈嘅真實崎嶇，因為它遠比人黑客本理嘅本複雜，也遠比人黑陰謀論更加令人不安。原因恰恰在於，它完全是真實的。當南紀條約在1989年簽署嘅時候，冷戰爭處於最緊繃嘅階段，美國和蘇聯每一天都係喺按鈕旁邊嘅陰影裏互相凝視。就在這個時候，兩個超級大國卻狠狠地在同一份文件上簽了字，同意南紀州屬於全人類。您覺得這是因為突然發現了人類共同嘅善意嗎？不，這是因為他們都意識到，一旦對方單獨佔領了南紀州，另一方將處於難以彌補嘅戰略劣勢。換句話說，南紀條約不是和平嘅產物，而是兩個帝國相互制衡嘅結果。請能記住這個邏輯，因為它在今天一人使用，只係參與博弈嘅玩家多了幾個。現在讓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這些玩家以及他們真正想要嘅東西。首先是資源，南紀州冰層設方據估計蘊藏住約2000億桶石油，讓這個數字真正落地。2000億桶是目前全球每天石油消耗量嘅大約140年份。換一個方式說，如果明天全球所有嘅油田全部復植，南極洲嘅地下出量可以讓人類文明繼續運轉整整1個半世紀。除了石油，還有天然氣、煤炭以及鈦、銅、鈉任何補足金屬。後者在現代電子工業和軍事工業中嘅地位，相當於中世紀嘅黃金。南紀條約經馬德里一定數，隔一就1年前述嘅完整包括補充協議，明確規定禁止去南紀州進行任何礦產、資源開採活動，有效期至2048年。2048年，國近還有不到30年，能聽到了嗎？那不是一個戒指儀器，那是一個倒計時。而所有在南紀州經歷核耗戰嘅國家，都清楚嘅知道這個數字。目前在南紀州運作嘅廠舍，核耗戰超過期時個，分屬30多個國家，其中最新建立嘅是中國。在2024年正式啟用嘅第5個南極考察站秦嶺站，請您注意第5個這個數字。中國在南紀州已經擁有長城站、中山站、昆崙站、泰山站，現在又加上了秦嶺站，5個站分布在不同嘅戰略位置，覆蓋咗東南機和西南機嘅多個關鍵區域。對比之下，美國在南紀州有3個長射核炮站，俄羅斯有5個，澳洲有3個，這是一場領土競賽。
只是用咗黑雪這個包裝字。更直白嘅說，在南紀條約嘅框架下，一個國家在南紀州擁有嘅夏草鎮越多，覆蓋嘅地理範圍越廣，維持的時間越長，它在未來任何資源開發談判中的話語權就越重。口口贊不只是研究設施，佢係用冰屬和金屬建成嘅領土主張。有一個世紀幾乎從來不被提起。阿根廷在1978年特意安排咗一枚懷有身孕嘅婦女前往南紀埃斯皮蘭沙鎮，讓她在那裡分娩。她嘅兒子艾米利奧·帕爾馬成為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南紀州出生嘅人。阿根廷政府為這次分娩提供了全額醫療資源，並且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報道。這不是一個關於母愛的溫情故事，這是一個更深策劃嘅法律戰略。因為在國際法的某啲嘅時框架下，在某片土地上出生嘅人，以出生地嘅族群歸屬，是一個有價值嘅先例。阿根廷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送咗一個孕婦去南極，讓佢生下咗一個南紀人。能潛在穩局嘅價格近利可否贊純粹是為了科學嗎？但這還只係自願博弈嘅地面情，讓我們爬上更高處，看看未恆嘅視角。因為南極洲在現代情報體系中有一個更加隱微但同樣重要嘅戰略價值。地球嘅衛星大多數都沿著近福羅倫比方向嘅基地軌道飛行。即日為住每一個基地軌道衛星，無論它的主要任務是氣象觀測、地面層上還是軍事偵察，都必然會在此軌道週期中多次飛越南北兩極。南紀州因此成為接收這些衛星信號、追蹤其位置乃至干擾其信號的最佳地點之一。用更簡單的話說，在南紀州設立無線電接收站或追蹤站，相當於在地球這個球場的最高點架設了一個望遠鏡，讓你能看到幾乎所有方向。這就是為什麼在那些口號站的天線叢林裡，你偶爾會看到一些預測上研究和地質，但沒有明顯關聯嘅大型浮霧面天線，以一個奇怪嘅角度對準天空中某個特定嘅方向。這些設備的官方用途通常被描述為通訊保障。有間宿住接收，也許確實如此，但通訊保障這個詞在情報工作中和在科研工作中有時候只有一技之才。有一個地方我想特別帶您去看一眼，它不在任何主流南紀州紀錄片裡出現，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正常地緣政治博弈的一個完美縮影。那個地方叫做西瀑布。等等，我知道您在想什麼，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科幻電影嘅場景，或者一個萬億建築，但西瀑布是完全真實嘅。佢位於南紀州大陸冰川的末端，從冰壁的裂縫中緩緩流出一道深紅色嘅液體，像是冰川最深處。佢最初被發現實在1911年，科學家們一度以為那是某種脫縮藻類造成嘅瀉數沉積。後來他們找到了真正嘅原因，那是一個被封閉在冰層下方的高流鹽水庫，裡面富含大量嘅鐵元素。當這些含鐵的鹽水從冰封中滲出，接觸到外部空氣，鐵被迅速氧化，就像金屬生鏽一樣，只不過是液態的，像血液一樣從冰川表面滲透出來。這個鹽水庫本身嘅存在也是一個謎。
它嘅水溫在零下5度以下，演到是普通海水嘅3倍，在完全無氧嘅環境中存在咗超過150萬年。而科學家在其中找到嘅微生物，完全依靠流合體嘅化學反應維持生命，不需要陽光，不需要氧氣，在一個對我們來說是獨有嘅環境裏繁衍生死。你明白這意味住什麼嗎？這意味住在南極洲嘅地下存在咗一種完全獨立嘅生命大氣系統，一個平成嘅生物圈。它嘅運作規則與我們所有關於生命是什麼嘅理解都相比。如果國政府在南極洲爭奪嘅唔只係私有、礦產同微生事業，還有這個一個被封存在地球最後嘅黃頁嚟嘅關於生命本身嘅眉目。但我必須告訴您，在這場博弈中，還有一個從來不被官方正式承認，但每個參與其中嘅科學家都知道嘅面相。它與一個問題有關：如果有一天，當南極條約嘅枷鎖打開，當自願下開採嘅禁令結束，第一個進入南極冰沙世界嘅人將面對什麼？是財富，是榮耀，還是我們根本沒有準備好去面對嘅東西？這個問題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回來討論。但現在我需要帶您走進一個更加私密，亦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維度。那些每天生活在這片禁地裏嘅人，他們嘅內心世界到底發生咗什麼？想象一下，寧靜站喺南極研究站嘅窗口，外面是連睡了2個月嘅黑暗，氣溫零下60度，風聲上100個字在希馬格金屬。您已經2個月沒有見過太陽，4個月沒有見過另一個來自外界的人，然後您開始聽到聲音，在靜默，在那片什麼都沒有嘅黑暗裏，有某種東西在動。如果能恰好是那個夜班之手嘅人，您會怎麼做？這不是假設，這是在南極洲國東嘅科學家們定期報告嘅真實經歷。在南極洲工作過嘅心理學家，把這種狀態描述為某種邊界嘅軟化，現實與非現實之間嘅界線，在極度隔絕和極度黑暗嘅環境下，開始變得模糊。而這種邊界的軟化，在某些人身上會帶嚟遠比患者更嚴重嘅後果。讓我告訴您一個一直存在於南極洲考察史上，但幾乎從來不被官方正式討論嘅統計數字。在南極洲搶射學校展嘅歷史上，發生過多起甚至被歸類為意外或不明原因失蹤嘅事件，其中有些至今沒有公開嘅完整調查報告。我不實質暗示什麼超自然嘅原因，心理學和生理學已經提供咗足夠嘅解釋框架。基督嗰個長期黑暗、梯山水平下降、人際衝突在密閉空間內嘅指數在放大，有人性崩潰，有人做出極端行為，有人走出咗幾地嘅安全範圍，再也冇有回來。但真正讓研究者感興趣嘅，不是這起悲劇本身，而是一個附帶嘅發現。在極度壓力下，人類的感知系統會如何重新校準自己？有一個名字，林耶穌從來沒有聽說過，傑克波士頓。佢是1970年代參與美國南極考察項目的一名生理學家。他在那裡待咗整整14個月，橫跨咗2個南極冬季。佢嘅研究亦只在很多年後才被部分公開。裏面有一段描述，被後來嘅心理學家引用有無數次。佢寫道：第11個月，
我開始佢新基地外面有某種存在。我知道這是替散反應，我知道這是幻覺。我在實驗室裏恪守測定過自己的級數水平，但這種知道並不能讓你嘅存在消失。每天晚上我都能聽到它在移動，每天早上我都在意志力黑客。今天依然正常，可是今天依然正常。起了140天，請您想一想，這意味着什麼？一個受過嚴格訓練嘅科學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知正在失真，清楚地知道外面什麼都沒有，卻依然每天感受到那個存在，並且每天必須提醒自己，這是正常的，這是可以承受的，我沒有崩潰。這也是南極洲最殘忍嘅武器，不是針對入侵者，而是針對試圖在這裏生活嘅人。但有趣嘅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被極野壓化，有一部分人在漫長嘅黑暗結束後，描述咗一種幾乎截然相反嘅體驗。他們說，那段時間是他們一生中思考最清晰、感知最敏銳嘅時期，就像是大腦在釋出外部刺激嘅情況下，被迫向內部深挖，出奇咗意識嘅在日常生活嘅喧囂中，永遠無法觸及嘅東西。俄羅斯嘅心理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基地頓悟。雖然這個詞在學術文獻中沒有正式地位，但佢描述嘅現象是真實記錄去安達。在某些個體身上，難記嘅極端環境不是摧毀，而是一種奇特嘅同好嘅進化過程。有一個事件我一直覺得非常值得注意，在南極洲嘅幾個主要考察站裏，包括美國嘅麥克莫多站，在俄羅斯嘅瓦斯托克站，有一個非官方嘅傳統，每個深度站嘅科學家都會被前輩帶去一個地方，安靜地坐上幾分鐘，什麼都不做。這個地方通常是站立最接近戶外的一個視窗，或者一個觀察窗。前輩會說，先和他打個招呼，讓他知道你來了。這個聽起來像是一個浪漫化的意思，一個老南極人逗弄神人的把戲。但在那些在南極洲待過一個完整冬季的人裏，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告訴你，有某種東西在這裏是真實的，有重量的，有某種接近規則嘅東西，不是超自然嘅，而是一種有極端嘅物理現實所創造嘅壓倒性嘅存在感。這片大陸不讓人忘記它嘅存在。但在所有關於南極洲人類故事裏，有一類學說，我一直認為最能解釋這片土地嘅真實本質，那是關於一個決定嘅故事，一個每年都係重演嘅決定。有人選擇留下來，越冬人怨，那個選擇在南極果凍，在6個月黑暗中繼續工作的科學家，每一年都要重新做出這個選擇，沒有人強迫他們。薪酬上嘅差別並不能真正解釋這個決定，因為6個月的隔夜加上心理壓力嘅代價，遠比任何補貼都有沉重。他們留下是因為逼得什麼？有一個月懂過山池嘅挪威地質學家，就係接受採訪時說咗這樣一句話。第一次，你是為了冒險來的；第二次，你是為了弄清楚第一次到底發生咗什麼；第三次，你留下是因為你已經無法真正離開咗。當記者追問他不法離開是什麼意思時，他沉默咗很長時間，又問後續，因為這裏係地球上唯一一個地方。沉默是真實的，其他地方嘅安靜都是表現。我想請您在這裏停頓一些，
就1秒鐘想象一下那種沉默，不是夜深人靜，是城市裏嘅相對安靜，不是假意購買嘅所謂靜謐，而係一個沒有人係人，走聲音嘅真空，只有風，只有冰冷，只有林自己心臟嘅跳動，在零下流失到嘅黑暗裏，清晰嘅上古典，這是地球上最後一種絕對嘅沉默，也是最潔淨宇宙本來面目嘅聲音。而在這片沉默嘅最深處，藏住一個問題：所有再次撐住過嘅人，都曾在某個窄夜的深處揾過自己。我們到底在這裏找什麼？不是石油，不是礦產，不是政治籌碼，不是學術成就是什麼？讓一個又一個文明把目光一次又一次低頭向地球嘅這個最黑暗的角落。答案比任何人預想的都更接近一個普通的人類衝動：恐懼，不是對南極洲的恐懼，而是對南極洲改變的恐懼，對它融化的恐懼，對它消失的恐懼，對那些被封存在冰層之下嘅美夢，在我們做好準備之前就被迫釋放出來的恐懼。下一個章節，我們將直接面對這個恐懼嘅具體形態，那些正在崩開嘅冰架，那些正在蘇醒嘅遠古冰島，以及一個科學家不願意公開說，但是下嚟到成人嘅時間窗口，我們可能已經沒有多少時間有。但在我們進入那個更黑暗嘅部分之前，我需要告訴人一件事，一件關於南極洲間國嘅事。一個地方在哪裏，時間本身仿佛停止了，不是比喻，而是字面意義上嘅停止。那是南極洲最後一個秘密嘅入口，而它從來不在地圖上標著。有一件事，在所有公開嘅南極洲可靠報告裏，你永遠都不到完整嘅版本，不是因為它被刻意刪除，而是因為那些知道全部真相嘅人，前咗一份他們從遺相外隔張細過嘅保密協議。他們中嘅大多數選擇了沉默，但有一個人沒有。這個人嘅名字我們稍後說。先讓我代您進入事情嘅核心。您記得我在前面提到過我斯托克湖嗎？那個被封存在冰層之下超過以前500萬年嘅巨大湖泊，面積相當於安大略湖，水文維持喺零下3度，卻因為巨大嘅冰層壓力而不結冰。耶羅斯科學家在2012年正式宣布，鑽透咗3000尺、擺到400米嘅冰層接觸到了湖水表面。這個時候係震驚到全球科學界，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稱之為本世紀最重大的科學突破之一。但他們沒有告訴您的是，這個突破背後發生了一場非常難看的內部戰爭。讓我解釋這場戰爭嘅背景。我斯托克湖的鑽探計劃從199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拖在最後幾年嚟已係被延遲。原因表面上是指數問題，實際上是沒有這一個核心爭議。一旦鑽透出計劃稅、鑽探嘢，那種用來防止並控它線嘅化材溶劑，係不可避免地浸入湖中，污染這個已經封閉到以前500萬年嘅原始生態系統。您聽明白？就因為這是麼嗎？科學家們正在準備打開一個封存到1500萬年嘅密封倉，而他們打開它的工具本身就是一種污染物。在俄羅斯科學界內部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核心成員只有不到10個人，
他們是來自聖彼得堡礦業大學和俄羅斯科學院的研究員。他們反覆提出，這個計劃需要更嚴格的計經技術，需要至少再等3年，等待一種或無人鑽探技術嘅開發。但他們的聲音被掩埋了。為什麼？因為另一邊贊助的係整個俄羅斯政府嘅意志，整個國家開着項目嘅編制，以及更重要嘅是，每個係英國學校對正係甘羅美高地推進拓為自己嘅兵下和鑽探計劃。美國鑽探惠蘭斯湖，英國鑽探愛亞斯和斯湖，這是一場大國競賽。沃斯托克湖鑽探計劃嘅負責人知道，如果他們再等3年，俄羅斯可能會失掉這場第一個基礎並殺事件嘅榮耀，所以他們接受戰。而佢那個小小嘅反對派裏，有一個人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讓他喺俄羅斯南極可靠圈子裏永遠失去了位置。佢把相關嘅內部技術爭論文件，連同他自己撰寫嘅一份詳細備忘錄，悄悄傳給了歐洲嘅一家黑石期刊。這份備忘錄詳細描述了鑽探夜幕人嘅技術世界，以及那支持被可以壓制佢嘅內部反對意見。佢嘅名字在呢份佢罕罕頂嘅文章裏，一匿名消息人士的城市出現，但在俄羅斯嘅南極可靠圈子裏，沒有人不知道那個匿名消息人士坎西。佢係一個年僅39歲嘅湖泊瑞文學家，在南極工作咗超過8年，在同事眼中是一個謹慎低調、幾乎從不轉入政治嘅人。佢嘅一位前同事在事後多年接受採訪時，說咗這樣一句話，我覺得比人拿分析都更有分量。我們都知道那些問題係真實的，我們也都選擇了不說，他是唯一一個選擇說了的人。但我不確定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說出來並沒有改變任何事。請您好好品味這句話，說出來並沒有改變任何事。2022年，驚羅斯嘅磚頭擊出到咗沃斯托克湖嘅湖水，湖水在巨大嘅壓力差下急速上湧，凍結在鑽空嘅最底部。俄羅斯科學院宣布，這是一個歷史性嘅時刻，並在此後陸續報告在湖水樣本中發現咗多種未知微生物嘅 DNA 片段。但直到今天，關於這些微生物嘅完整研究報告從未全部公開發表。官方解釋室需要排除鑽探夜幕人嘅可能性。這個解釋持續咗超過10年，期間只有零星嘅措辭謹慎嘅部分報告出現在學術期刊上。能想知道那個說出來到水文學家後來怎麼樣了嗎？他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正式懲處，因為他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他只是再也沒有得到任何與南極洲相關嘅可靠商務資助。佢現在聖彼得堡第一所大學李教授繼續水文說，據說每年仍然準時收看所有關於南極可靠嘅直播，一個人在辦公室裏。這就是背叛嘅真實面貌。在南極洲嘅政治裏，不是電影裏那種戲劇化嘅對抗，不是掌聲，也不是撩號，是一份悄悄傳送出去嘅文件，一個永遠失去嘅位置，而家一個至今仍在等待被完整公開嘅科學發現。但我告訴您這個故事，不只是因為它本身嘅戲劇性。我告訴您這個故事，係因為它揭示咗南極洲可靠政治嘅一個根本真相。這裏發生嘅一切，不只關係到科學，更關係到誰先知道，誰有權決定什麼時候讓其他人知道，
在我試圖呵護嘅冰面上，在那個以前600萬年嘅微風世界裏，究竟含有什麼等待着我們？讓我帶人走進那個微風世界的隔壁房間，一個更古老、更黑暗，而且沒有任何磚頭碰觸過的地方。它叫做南極乾谷，而它正在向我們傳遞一個警告：一個地方，只有能親眼見過，就一輩子無法忘記。不是因為它壯麗，而是因為它不像地球。南極乾谷正式名稱為邁克波多乾谷 （McMurdo Dry Valleys），係南極周圍一片完全未有冰雪覆蓋嘅土地，面積約8000平方公里，大約是香港嘅氣臂。但更重要嘅是，佢是地球上最接近完全冇生命嘅地表景觀。向上林踩上那片土地，就是不是冰，而是棕紅色嘅歷史。指地上是口感肉嘅石頭麵包。抬頭看，天空是一種極度純淨嘅藍，沒有雲，因為這裏嘅年江水量不足或是好味，比沙克拉沙漠還要乾燥。藍天是起伏嘅石質線球，沒有植被，沒有任何你能識別的生命跡象。那沙坡，這裏成為地球上最接近火星表面的地方，並在這裏測試火星探測器，因為這裏的地幔乾燥，高紫外線輻射環境，讓工程師能夠在不離開地球嘅情況下，模擬一個幾乎無法維持生命的星球表面。但這裏並非完全冇生命，這正是它最令人震撼嘅地方。就喺這片看似徹底死機嘅土地上，科學家發現有一種生存方式，讓所有關於生命需要什麼的假設都必須重新寫過。在堅固嘅岩石裏，不是岩石上，而是岩石裏面。生活主義裏叫做岩石內生微生物嘅生命。這些微生物住在岩石表面以下，僅僅幾毫米嘅半透明適應岩石層裏，適應岩石讓幾少量嘅陽光能夠透過，而岩石本身就提供了對外部極端環境嘅隔離保護。這些微生物有多古老？科學家估計，其中一些群落嘅生存力實超過了1萬年。有些可能正常，他們的新陳代謝速度慢到幾乎無法被自己觀察。一個細胞從分裂到再次分裂，可能需要1萬年。你現在感受到那個衝擊了嗎？1萬年，您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在1萬年前還在石器時代狩獵，而這塊岩石裏嘅某個細胞，從那個時候起，還未完成一次細胞分裂。這不只係一個關於南極洲嘅奇蹟，這係一個關於生命人生嘅直接證明，一個告訴我們宇宙中生命可以以雲中醒時存在嘅最直接嘅現實範本。但堅固還創造另一個讓科學家更加不安嘅眉目，一個呢今天才能在這裏聽到嘅默默。在廣告嘅各個角落散落着風乾了的海豹屍體，這本身不奇怪。海豹有時會迷路，誤入廣告，然後死在那裏。在極度乾燥嘅環境下，屍體脫水後能夠保存數百年而不腐爛。科學家已經在堅固發現有超過1000年歷史嘅海豹屍體，皮毛顯骨架依然完整，像一個被風吹乾嘅標本。但奇怪的地方在這裏，這些死去的海豹幾乎全部都朝住同一個方向，他們都在向內陸走，遠離海洋，進入這片毫無食物、毫無水源的濕地。為什麼？卡嘴哥提出有幾種解釋，包括磁場、定向混亂、視覺失調等，但沒有任何一種解釋是完整嘅。
因為這種行為在南滿幾州其他地方嘅海豹身上幾乎不出現，到幹溝附近的海豹，群中有同嘅上身絕地，異常淺色比例。有一種非主流枷鎖，在南極洲可靠圈子裡，作為時下的話題偶爾出現。幹溝嘅地磁環境存在某種特殊的異常，足以干擾使用磁場導航嘅動物嘅方向感，程度遠超周邊地區。這個枷鎖沒有被正式研究，因為沒有足夠嘅資金，因為它不夠重要，因為在南極洲還有更緊迫嘅事情等待科學家嘅時間和精力。但如果這個枷鎖係正確嘅，佢意味着南極幹溝嘅地磁環境與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與地磁環境的異常在地質學上往往指向地下嘅特殊構造、大型礦場、地熱活動，或者我們目前的知識體系還無法完整解釋嘅地下系統。請您把這個線索記在心裡，因為下一章嘅內容裡，可以以一種出乎您意料嘅方式再次出現。現在，我要告訴您一件事，這件事在南極洲的科學圈子裡，只有一個極小的群體完全知曉，而他們從來不在公開場合用一個特定嘅詞來談論它，因為那個詞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是一枚帶引心的炸彈。那個詞遠古冰島，讓我先個能建立一個框架。科學家很早就知道，在南極洲的冰芯，也就是從冰層中鑽佢嘅圓軸形冰洋。六，封存注水萬年女子，數十萬年前嘅大氣樣品、微生物殘骸，以及冰島黑泥。但未有聽錯，冰島在0.7世度嘅冰層環境中，並都可以以幾乎完整嘅成態保存數萬年。雖然不模魚、不腐殖，但它們的結構、蛋白能之外，卻和內部的遺傳物質，在適當嘅條件下可以維持功能性。2014年，法國科學家在黑白六廿嘅永久凍土層中，復活咗一種已經在冰層中沉睡咗3萬年嘅冰島，並命名為韋伯伯勒亞河口冠冰島 Pitovirus sibericum。這種冰島可以被復活後，在實驗室條件下能夠重新感染它嘅宿主，一種阿米巴蟲。這個實驗被當成一個科學作奇蹟，冇替換冇卓越。科學家們強調，這種冰島只感染阿米巴蟲對人類無害。但請您想一想接下來嘅邏輯：如果一種在西伯利亞用久凍土層裡保存咗3萬年嘅冰島可以被復活，那麼在南極洲冰層上保存咗幾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嘅冰島，如果有一天冰層融化或者鑽探活動將其帶到地表，會發生什麼？這不是科幻問題，這是一個在氣候科學家嘅流程並作家嘅秘密會議裡正在被引述討論嘅現實問題。2020年，中國科學家在世上古冰芯中發現咗28種遲前未知嘅冰島，其中有4種與一致，任何冰島家族都不相符，被歸類為完全未知嘅病毒類型。這個發現讓科學家嘅興奮有警惕，興奮是因為新的科學干預，警惕是因為完全未知。啲冰島意味住人類免疫系統從未接觸過它們，沒有抗衡免疫記憶，沒有任何天然的抗力。南極洲嘅冰層比西層嘅古冰芯更深，封存嘅時間更長，環境更為隔絕。裡面可能封存咗什麼？我們目前只有非常有限的了解。這個消息
只得能把他們留在寮人去說說自己嘅想法。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模擬語言，但請您注意，我從頭到尾引用嘅都是有學術來源嘅發言。克博魯也3萬年病毒嘅復活，合唱稿並深嘅未知病毒，南極周末史托克福為生活嘅一串木字，這些都是真實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嘅研究。這就是南極洲最讓我感到震撼嘅地方。你不需要任何陰謀論，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嘅想象，只要把一支嘅科學事實排列在一起，佢嘅真實面目就已經足以讓人下人感到鼻甲發涼。我很想知道，此刻看到這裏的人心裏在想什麼？您覺得南極洲冰層是封存嘅遠高冰島，是人類最應該擔心嘅威脅，還是最應該去研究嘅黑雪吉約？請客方留言告訴我，威脅還是吉約？或者您有更複雜嘅想法？我都想看到。第6章，那個秘密嘅小組以及他們從未說出口嘅決定。有一個問題，在南極洲研究領域裏存在咗超過30年，但從來沒有被清晰地、公開地帶着具體聲明和具體預測地問出來。這個問題是，誰知道冰層下面有什麼？他們怎是什麼時候知道的？以及他們為什麼決定不告訴其餘嘅人？請您先不要把這個問題當成一個陰謀論嘅起點，請您把它當成一個非常普通嘅智理問題，就像一個城市嘅地下管道出現問題，修管道嘅工人最先知道。他們決定線上主管報告，主管決定在指定修復方案之前先評估費用，評估費用嘅美元會決定在公佈之前先通知市場，市場決定在選舉之前暫時不公告，並比起惡意嘅隱瞞，只係一個關於誰應該第一個知道地官僚鏈條。南極洲嘅情況完全一樣，只係規模放大到了全人類。讓我帶您認識這個莫米小組，用佢真實嘅名字來稱呼它。科學委員會南極研究委員會 SCAR， 以及他的各個附屬工作組，再加上各個南極科學計劃嘅資深研究員和決策者們，這個群體大約有幾百個核心人物組成，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通過定期嘅秘密會議和首先訪問嘅學術數據庫，共享作為嘅無法看到嘅完整客戶數據。這不是秘密組織，這是正常嘅科學體系。但在這個體系裏，有一類數據長期處於一種奇特的灰色地帶，既沒有被正式列為機密，也沒有被主動公開。它嘅名字叫做冰下地形完整圖。能知道人類目前對南極洲冰層下方地形嘅了解程度嗎？請做好準備，這個數字會讓您感到意外。根據2020年發佈嘅 Bad Machine Antarctica 研究成果，這是目前最高精度嘅南極冰沙地形圖。它嘅數據來源是航空雷達探測、重力測量和微型數據嘅整合。這幅圖嘅精度在南極洲內陸地區，使每個數據點覆蓋大約1公里乘1億公里嘅面積。換句話說，每一個我們知道嘅冰下地形數據點，代表的是一個25平方公里嘅馬武平均值，相當於大約3.5個香港島嘅面積，被一個單一嘅數字代表。就係這個指示到實，一座高度不超過幾百米、寬度不超過10公里嘅冰下山丘或谷地，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在土上，或者
被平均掉落。這是我們目前所謂的意志。現在告訴我，在這樣的人治嘅制度下，當有人說南紀州病、沙鐵城里嘅某些疑似人造結構，是自然地質構造，能有多大嘅信心認為那個判斷是基於足夠清晰嘅數據？我不是在說那些結構真的係人造嘅，我是在說我們目前嘅探測精度根本無法確定嘅排除現象事情。請能記住這一點，因為它非常重要。現在讓我帶您進入這個章節最核心的部分。呢個在2019年才被部分公開，是在學校這內部流傳咗將近20年嘅討論。它嘅出點是一個非常普通嘅鑽探數據異常。喺南紀州嘅冰里打探車作業中，有一個區域嘅回巴信號長期表現，處於周邊瀑布嘅特徵。位置喺東南紀州嘅一片平原平原，距離最近嘅黑後站超過1000公里。這種異常信號最初被記錄是在1990年代末，微英年和航空地球物理勘探嘅飛行數據裏。正常情況下，冰里打的回波信號應該呈現出比較規則嘅分層結構，對應住不同年代層級的冰層。而這個區域的信號在特定深度上出現了一個反常嘅強反射層，其反射強度遠超正常冰層，卻又不符合典型嘅岩石質地特徵。一種解釋是，這可能代表一個巨大嘅冰下湖，湖面嘅光滑水平面對雷達信號有強反射效果。這是最被廣泛接受嘅科學解釋，因為南紀州冰下一直存在超過400個冰下湖，信號的發現並不奇怪。但這個區域的異常有幾個特點，讓它在私下討論中一再被提起。第一，它的幾何特徵在某些解析度的掃描下，這個反射體嘅邊緣呈現出一種不順暢嘅規則性，邊界線比典型嘅自然瀑布更加平直。第二，它嘅位置恰好在間布與財富地下深環，那個被隱藏在4公里冰層下，規模柔滑而被私深環嘅神秘山勢，對某個特定地質嘅點正上方。第三，在多次不同年代嘅飛行探測中，這個反射體嘅位置和長度幾乎沒有變化，這排除咗它是一個動態水體的可能性。沒有人公開宣稱這是什麼，任何負責任的科學家都不會這樣做，因為現有數據根本不足以支撐任何確定性嘅結論。但在那個幾百人嘅學生學校群體裏，這個數據點有一個非官方嘅綽號，一個在私下討論中用到的代號，都反映到研究者們在心理上對這個謎題的定性。他們叫它地板上的影子 ，The Shadow on the Floor。一個影子在一個我們還看不清楚嘅房間嘅地板上，它可能是燈光嘅折射，可能是一把椅子，可能是一個人，又可能是什麼完全出乎意料嘅東西。但它在哪裏？而關於這個影子，有一個決定，是那個小小嘅核心群體任空地、集體地做出嘅。在擁有足夠精度嘅探測技術之前，不做人體公開嘅具體描述，不鼓勵媒體關注，不讓它進入任何面向公眾嘅科學傳播。這個決定有非常充分嘅科學理由。不成熟嘅披露會導致誤解，誤解會催生陰謀論，陰謀論會佔據公共討論嘅空間。給予真正的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冷靜和耐心，這個邏輯是正確的，但正確的邏輯
不能讓那個影子消失，它依然在那裡，在時空裡嘅冰層之下，在我們所有知識嘅邊界線以活，等待住一個技術精度足夠高嘅問題，等待住一個足夠誠實嘅答案。在我們結束這個章節之前，我需要帶您去一個最後嘅地方，一個不在人行地圖上標注嘅地方，但它的名字能在南極洲嘅老人口中尋找都會聽到。他們叫它第7次訪問。這不是一個地理位置，這係一個傳說，但它的核心是一個有住考察嘅事實。住南極洲越冬工作的人類流傳住一個統計現象，幾乎每一個在南極都過了完整冬季的人，在回到現實世界後，都會有一個強烈的難以抗拒的衝動，重返南極。第一次是冒險和好奇，第二次是研究和責任，第三次是因為在別的地方無法找到那種感覺。但第7次訪問嘅傳說嘅係另一件事。據那些從事南極心理研究嘅學者說，有一小部分多次遇凍嘅人，在某個時間點上開始描述一種共同嘅體驗。他們感到南極洲在等待渴望，不是人魚嘅等待，而是一種方向感上的體驗，就像被一個沉默的力量牽引着，從任何他們身處的地方指向南方，刻着幾絲指向大腦嘅記憶同情感系統，指向強烈嘅傾正催發記憶，指向一種叫做地點依附 （place attachment） 嘅心理現象。人類可以對一個地方產生類似對人嘅情感依賴，這在學術文獻中是有充分記錄嘅。但其中有一個案例，讓那個第7次訪問地傳說有咗更確體嘅重量。一位諾維基嘅冰傳說家在自己嘅回憶錄裡描述咗他嘅第7次南極遇凍。那一次，他在一次導致速升嘅雪地行走中，在距離基地大約8公里嘅地方，突然停下來，開始在雪地上滑過，沒有任何一刻即時，沒有任何預定計劃，只是一種純粹嘅自在。他滑到大約2米深嘅時候，觸及咗一層不尋常嘅深藍色冰，冷冰，那種被積壓了幾千年，內部氣泡完全消失嘅致密冰層。在這層冷冰裡，佢發現咗一個完整嘅保存咗大約4萬年嘅昆蟲翅膀。在南極洲內裡發現昆蟲翅膀，這本身是一個重大嘅科學發現，因為它意味住在4萬年前，這個地區嘅氣候曾經溫暖到足以讓昆蟲生存。但這個故事最令人觸迷的部分，不是那個翅膀，而是他在書裡留下的那一句話：南極洲不讓你隨意離開，但偶爾它會讓你找到你來找的那個東西，只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找什麼。我想請諗筆這句話嘅下嚟，因為下一章我們要去找嘅那個東西，就藏在您從來未有預測過嘅地方，冰加嘅烈風裡，氣候嘅幾時淒厲，以及一個最可能在未來30年內，讓整個視角嘅海岸線改變面貌得到幾時嚟。南極洲最大嘅秘密，從來都不是藏在冰層下面嘅，確實我們親眼目睹嘅，正在發生嘅，只是我們習慣咗逼限。而這個秘密，下一章間是用嘅舊字，更後期冇計即聲音，更後翼失落嘅證據，更好時語係名單夜光陰謀，更後流梅米生活夜光霜中的層，更後時語神秘徵兆，更後巴被判侵佔者，披露摩西托號和鑽探內部文件嘅水文學家，更好散微微口就喺當中做。
阿斯亞岩嘅深層體嘅地板上嘅影子，機體決定，經好事，神秘訪佢世光命運相遇。挪威冰川才家第希子訪問中嘅自絕媽族，20萬嘅區海一道樓，係因為作者從第七出海開始，第7章到幾時？2048年，一個讓30個國家同時試免嘅年份。有一份文件，就喺過去幾十年嚟，每個幾年就會被悄悄嘅重新閱讀一遍，不是在大約圖書館，不是在公開嘅政策論壇，而是在各國外交部下能源本嚟是冇有名牌嘅小會議室裏，被嚟設智慧名字很長，公開發言很謹慎嘅人，一頁一頁地翻過，然後刻上防霉抽屜，前默地走出去。這份文件是1959年簽署嘅蘭基條約。能知道這份條約裏有一條極少被公開提及嘅規定嗎？條約第12條明確規定，在條約生效滿30年之後，也就是從1992年起，任何締約國都可以提出召開審查會議，討論對條約進行修改。而更關鍵嘅是，1992年簽署嘅馬德拉議定書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那個將南極洲指定為自然保護區，禁止一切礦產資源開採活動嘅附加協議，在他嘅第25條裏留下了一個特定嘅時間窗口，在議定書生效滿10年之前，任何修改都需要全體締約國嘅一致同意。50年，從1998年算起，就是2048年。請您現在感受一下這個數字的重量。距離2048年，我們還有不到30年。在人類的歷史時間尺度上，這幾乎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在地緣政治嘅時間尺度上，30年足以讓一個現在還在讀小學嘅孩子，成長為一個在嚟自沒有名牌嘅小會議室裏翻閱那份條約嘅人。他會做出什麼選擇？讓我告訴您，那份抽屜裏藏住的計算。南極洲冰層之下，根據地質勘探數據，原廠住估計預量前以桶石油，相當於沙漠的阿拉伯伊騰明出糧嘅大預期層。鐵礦、煤礦、天然氣，以及包括鈉、鈉、鈀在內嘅貴金屬礦藏，在多個地點都有地質指標顯示存在。2100桶石油是個什麼概念？如果把這些石油裝成標準石油桶，一個愛一個排層之線，這條線嘅長度早已在地球和宇宙之間來回答月亮擺留設置。這不只是財富，這是能源安全、工業娛樂、大國창조的根本方程式。而在2048年之後，如果馬德里議定書沒有被全體一致同意的演出，或者如果各方無法就新的框架達成共識，現成嘅礦產開採禁令在法律上就進入了一個灰色地帶，沒有人會在公開場合說我們想要南極洲的石油，就像沒有人會在外交晚宴上說我是來搶資源的。但您看看目前在南極洲間有考察站嘅國家名單，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歐洲、印度、韓國，幾乎每一個在全球能源及礦產博弈中有話語權嘅大國都在那裡。這是巧合嗎？讓我給您一個更具體嘅畫面。在南極洲，戰地後維持一個可否賺嘅年度費用，從幾百萬美元到超過2億美元不等。處嘅與規模人員層不幾難度。每個邁向蒙多站 （McMurdo Station） 是目前規模最大嘅南極號站，一年嘅運作費用超過3億美元。
相當於每天少掉大約100萬美元。3億美元2年，只是為咗在一個冰天雪地嘅地方，讓幾百個科學家做研究。您相信嗎？當然，那裡確實在做嚴肅嘅科學研究，氣候數據、冰川學、天文觀測、生物學，這些研究的科學價值是真實的。但如果僅僅是為了科學研究，很多這些項目可以在成本低得多的地方完成，或者以遠程探測嘅方式完成。在南極，建立有人駐守嘅無人基地，還有另一個功能，一個沒有人在正式文件裏寫下來，但在地緣政治學嘅教科書裏有明確定義的功能，存在記錄章。人在哪裏，人家就有資格在未來嘅談判桌上坐下來。人不在哪裏，人就不在那張桌子上。2048年嘅那張談判桌，現在正在一塊一塊地被悄悄搭建。每一個深度可考站，每一次南極補給飛行，每一份在冰層上打下嘅地質掌控，都是那張桌子的一條腿。請您把這個道仔細記住，因為接下來我要帶您去認識一個從來沒有出現在任何政策白皮書或者個報告上的故事，一個關於南極洲在氣候崩潰邊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每一個人跟這個島結實之間嘅人脈連結。第8章，冰加利鋒利嘅民意始終向上，能站喺一個懸崖邊緣，焦殺嘅眼神正在以人完全無法察覺嘅速度，每一秒鐘上壞車片以及後尾，您感覺不到任何震動，人嘅雙腳是穩的，天空是藍的，風是涼嘅，一切都很正常。但懸崖正在裂開，這是南極洲西部冰架現在的真實狀態。2027年7月，一塊面積達無1800平方公里嘅冰架，拉申西冰架，拉申西 Ice Shelf， 從南極洲半地斷裂飄離母體，成為一座漂浮嘅冰山，被科學家命名為阿留巴。這塊冰山嘅面積大約是4個香港嘅30倍，相當於整個英格蘭維爾士地區嘅面積。佢重達2兆噸，就是以後面跟着12角零嘅噸數。能要怎麼想象2兆噸？能手裏拿住一個蘋果，大概1/4公斤，1兆噸等於4周個這樣嘅蘋果。如果把這些蘋果破成2列，這條隊伍可以繞地球赤道大約1億6000萬寸。這就是一塊冰架斷裂的規模，但這還不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係拉申西之後露出嘅那片海域，以及科學家在那片海域的海底發現嘅東西。在拉申西斷裂之前，這塊冰極已經在同一位置漂泊了至少12000年。佢與冰架底部之間嘅流片海洋，在超過1萬年嚟，從未見過陽光，從未被外界嘅水流擾動，係一個完全封閉嘅深海黑暗世界。當拉申西斷裂，陽光第一次走入那片水域，科學家迅速派出海洋調查船進入這片之前從未被探索過的區域。他們在海底發生了一個完全未知嘅生態系統，不是一片空曠嘅海底沙地，不是少數幾種嚟極端環境嘅微生物，而是一個豐富嘅、多元嘅、已經獨立運作了至少12000年嘅海底生命群落，包括多種不知名嘅海綿、綠色生物及椎動物，以及各類有待分類嘅地棲生物。這個發現讓科學家興奮，但讓科學家羨慕嘅是另一個數字
在那新斯斷裂後嘅3年嚟，調查傳嘅數據顯示，原本有並加庇護嘅那片區域，海水溫度比並加斷裂前高了大約0.8度。聽起來很少，對嗎？0.8度，但對那個已經在極端低溫環境時獨立進化了12000年嘅生態系統來說，0.8度相當於什麼？相當於把一個在西伯利亞視為生活了一輩子嘅人，突然搬到一個終年38度嘅熱帶島嶼上。那個發現到位置生態系統，在接下來嘅幾年嚟呈現出快速嘅壓力嘅上，這是一個隱喻，但它同時是一個完全真實嘅科學數據。你現在想知道南極洲嘅並加崩塌和海平面上升之間嘅關係嗎？讓我記能一個非常具體嘅計算，它可能異常生活自己相關。如果南極洲西部平原 West Antarctic Ice Sheet 全部融化，這不是一個近期的預測，而是一個長期嘅地質可能性。全球海平面將上升大約5米。5米，山林家門口拿到普通訪問高度嘅1/3左右，但放在海洋地理上，這意味着上海、廣州、曼谷、邁阿密、孟買嘅大部分低洼區域將未遇水面側瀉，而南極洲東部邊緣如果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超過53米。這個數字是我們目前所有的海岸線城市的總據，不是某些城市，是所有的海岸線城市。當然，這是一個極端嘅長期情景，佢嘅時間遲到可能是幾百年到幾千年，不是明天，也不是下一代。但問題不是多害，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在觀察？我告訴您一個讓氣候科學家比任何其他數字都更緊張嘅指標：南極洲冰加嘅質量，在過去嘅10年嚟啲嘅消融速度，比計算機氣候模型預測快了大約3倍。3倍，不是稍微偏差，是3倍。這意味着我們的模型，我們用來預測未來的工具，嚴重低估了南極洲冰加的崩潰速度。我們手裏拿住一張地圖，但地圖上的比例尺已經完全錯了。而在這張比例尺錯誤嘅地圖嘅依條，有一個地方是氣候科學家心中最新的恐懼核心，它的名字叫做斯維茨冰川 （Thwaites Glacier），有人叫它萬爾冰川。這個外號，它完全配得上。斯維茨冰川位於南極洲西部，面積約係9萬平方公里，大概是英國國土面積嘅7成喎。它嘅特殊之處在於它嘅地部結構。斯維茨冰川嘅大部分冰體不是建立在高於海平面嘅岩石地基上，而是建立在向內陸方向逐漸沙塵嘅海底盤的邊緣上。這意味着一旦斯維茨冰川嘅前端開始融化退縮，暴露出嘅深冰面會繼續受到相對溫暖嘅海水攻擊，而地部傾瀉嘅地形會讓融化嘅進程形成一個自我加速嘅正反饋循環。融化越多，暴露越多，暴露越多，融化越快，完全不需要屈人脈嘅外力驅動，佢會自己加速。科學家把這個機制稱為海洋冰蓋不穩定性 （Marine Ice Sheet Instability）。這不是加速，這是有觀測數據接性嘅物理機制。問題只是出發點在哪裏？那個臨界值是極度嘅海水溫度，是多快嘅退縮速度，沒有人知道確切嘅數字。您現在明白為什麼我說南極洲最大嘅秘密是我們親眼目睹嘅那個嗎？我試圖克服的微生物冰沙的意思之高，
遠高冰島嘅威脅。這些都是真實嘅謎題，他們都值得我們嚴肅嘅思考。但是為此冰川是一個一致的、可觀察嘅屋內機制，完全清晰到幾時期，它就放在那裡，就在微星嘅觀測範圍之內，就在每年嘅下課報告嘅第一頁上。它不是秘密，它是我們選擇別學知識嘅真相。如果能一直看到這裡，我希望能再有人去告訴我，您覺得我們對南極洲嘅態度係認真嘅保護，還是一種有組織嘅拖延？總之，地球最後嘅鏡子，我想在這裡做一件事，在我們數完所有嘅數字、所有嘅秘密、所有嘅地緣政治戲局之後，我想帶人回到一個最小嘅、最觸體嘅畫面，不是微型圖像，不是外交文件，不是冰沙嘅神秘陰影，是一個人，有個在南極洲越冬嘅科學家，在記憶嘅第100天，就是在連續100天看不到太陽之後，走出極地，在一片絕對嘅黑暗和絕對嘅寒冷裡，仰頭看天空。南極洲嘅夜風，因為沒有任何人供光源，沒有任何大氣污染，喺地球上能看到最清晰嘅星空之一。那個人站在那裡，氣溫是-60度，拋出嘅某一口氣瞬間變成白霧，手指喺手頭裡感覺不到自己嘅存在，但眼睛所看到的是一幅寧夏活在城市裡永遠看不到的宇宙全景。我想請您想想，在那個畫面裡，那個人在想什麼？也許他在想家，也許他在想自己的研究數據，也許他什麼都沒想，只是站在那裡，感受着作為一個生物體在這個極端環境下嘅脆弱以及矛盾地，同時感受住一種莫名的幾乎讓人落淚嘅壯闊感。這種感覺有一個名字，地語裡有一個詞 Erhabenheit， 意思是崇高感，是當一個渺小嘅個體面對絕對嘅巨大和絕對嘅力量時，在恐懼和敬畏之間嘅那個情緒。南極洲嘅人哋係地球上最純粹嘅 Erhabenheit。我們在這個影片裡走過了很長嘅路，我們從沃斯托克湖嘅冰面下開始，那個被封存約1600萬年嘅原始世界，那個知道無言奉獻卻依然繼續鑽探嘅決定，那個一個人說了真話卻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嘅水運學家。我們走過了南極廣告，那片比撒哈拉沙漠更乾燥的土地，那些在岩石裡沉沒活了1萬年的微生物，那些走向死地的海豹，那個關於方向感的未解之謎。我們看到了冰沙可能封存嘅遠高冰島，看到咗呢個地板上嘅影子，那個在幾百人嘅考生課後村子裡流傳但從未被公開描述嘅冰雪異常。我們聽到了2048年那個島紀事嘅聲音，那份每個幾年就被悄悄終身閱讀嘅條約，那張真在背一條腿一條腿地打間起來嘅談判桌。我們站開咗那新式冰架斷離後，那片第一次見到陽光嘅海地，看到了那個島裡存在咗1萬兩千年嘅生態系統，在0.8度嘅溫度變化下開始戰鬥。我們最終站在了四維次冰川的邊緣，那個末日冰川，那個自我加速的融化機器，那個沒有人知道南極在哪裡得到知識。現在讓我問您3個問題，您不必立刻有答案，但我希望您把它們帶走。第一個問題，如果2048年麥德里爾定稅，地開採禁令進入猥褻地帶，
宜山是個擁有南極河口站嘅國家，各自代表住完全不同嘅利益。你認為那張談判桌上會有誰係說保護這個詞，而那個聲音會有多大？第二個問題，南極洲嘅科學發現，從冰沙湖嘅衛星摸到極端繁盛嘅生命城市，每一個都在重視生命需要是乜嘅定義，每一個都在讓我們尋找宇宙中其他生命嘅搜索範圍變得更廣。你覺得南極洲會是我們找到第一個地外生命線索嘅地方嗎？第三個問題，那個在幾夜仰頭看星空嘅人感受到嘅那種崇高感，我們大多數人一生中從來不會親身感受到它，但它代表着一種人類的基本經驗，在自然嘅絕對力量面前的誠信。南極洲是我們最後一個能讓人類感受到這種誠信嘅地方。如果我們失去它，我們失去的是什麼？讓我告訴你三個可能的未來。第一個未來是最好嘅那個。2048年，各地如果喺足夠嘅政治智慧喺攞着共識嘅推動下，以壓倒性多數統一延續並加強馬德里爾定數，南極洲期待作為一個真正受到保護嘅科學保留區存在，此後佢取得研究成果，被轉化成全球有效嘅政策行動，是維持冰川嘅融化速度得到某種程度嘅延緩。沃斯托克湖嘅完整科學報告，終於在一個所有人都同意的技術框架下，被完整地公開。那個地板上的影子，被更高精度的探測技術最終看清，不管它是什麼。第二個未來，是我們現在正走上嘅呢個。大國博弈嘅結構性也嚟讓2048年嘅談判陷入持續嘅僵局。礦產開採禁令在法律層面被架空，而不是被正式廢除。價格在開出研究嘅期之間繼續擴大。在南極嘅獅子存在，同時南極融冰嘅速度繼續超出模型預測嘅3倍，是維持冰川嘅退縮。每年在微星土牆上留下新嘅記錄，而這些記錄被發表在科學期刊上，被少數人閱讀，被大多數人無視。第三個未來，是我們不願意去想象，但必須想象的那個。某一個特定的地緣政治出發點，比如一場嚴重的全球能源危機，或者南極遭一個意外的重大資源發現被某國搶先控制，讓原本維繫着南極條約嘅多邊合作框架出現根本性嘅裂縫，南極洲變成一個帶有武裝存在嘅爭奪場，而是維持冰川，因為各國把資源用於爭奪而不是保護，在沒有人充分檢測嘅情況下，越過了某個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已經越過嘅臨界點。我不是預言家，我不知道哪一個未來會實現，但我知道一件事，這三個未來不是命中注定嘅，他們是選擇的結果，甚至是個國家的幾百個決策者的選擇，以及這個部分比你想象的更真實。自己是一個普通人的選擇，他們選擇關注還是忽視，他們選擇要求還是沉默。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這趟路程，不是我的話，是呢個在南極公告發現咗4萬年分種翅膀嘅挪威冰川學家，在他嘅回憶裏最後一頁留下嘅那句話：南極洲不讓你隨意離開，但偶爾它會讓你找到你來找嘅那個東西。幾時你自己又不知道你在找什麼？我現在想清，能想一想。
能來這個影片找的是什麼？是真實，是震撼，是對一個遙遠而神秘嘅地方嘅好奇，還是某種更模糊嘅東西？某種對這個世界還有多少未知的確認？某種對人類在宇宙裏嘅未知的中心定位？南極洲是地球最後嘅鏡子，我們在裏面看到嘅是宇宙嘅古老，是生命嘅人性，是自私嘅邊界，是政治嘅貪婪，是人類嘅渺小，以及我相信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對那個渺小得最誠實的反應，那個在吸物一仰頭望星空嘅人，那個說老真話卻沒有改變眼下事情嘅水文學家，那個妻子返回南極在雪地裏跟住自絕挖掘的冰川學家，那些選擇了沉默嘅多數人，以及那個選擇了說粗嘅少數人，他們全都是這面鏡子的一部分。而我們此刻坐在熒幕前，知道了這些故事的我們，也是問題只有一個，還剩下嘅那個問題，知道了，然後呢？如果這個影片讓人對這片冰封打路有了全新的認識，如果它讓人感受到了某種人之前沒有感受過嘅東西，請給我們一個讚。臨底每一個讚都是我們繼續製作這類深度內容嘅動力，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這些被低調處理嘅真相。請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這樣能就不會錯過我們的下一個影片。